黃金的分布和儲量情況。其實地球上的黃金並不多，而且它們也不是隨處可見。有些地方富得流油，有些地方窮得叮當響。有些地方挖一挖就能出來，有些地方費盡心思也沒切。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黃金都好挖。一般來說，黃金只有一部分是可以被開採的，叫做黃金儲備，而另一部分是不能被開採的，叫做黃金資源。黃金儲備是指那些已經被探明可用現有技術和經濟條件開採的黃金，而黃金資源是指那些尚未被探明或者需要更高技術和更好經濟條件才能開採的黃金，大部分都在地殼深處。美國人統計了一下，到2022年為止，全世界發現了244000噸黃金儲備，其中187000噸已經被人挖走了，只剩下57000噸還在地下。也就是說，地球上已發現的黃金已經被人挖了76%，只剩下24%還沒挖。按照現在的速度和價格，這些黃金大概還能挖15年。那麼這些黃金儲備都藏在哪裏呢？有人數了一下，到2022年為止，最多的是澳大利亞，有8400噸，緊跟着的是俄羅斯，有6800噸，第三名是南非，有5900噸，第四名是美國，有4500噸，第五名是加拿大，有3200噸。這5個國家就佔了全世界黃金儲量的64%。據說，現在全世界淺層的黃金儲備只剩下不到1%了，而深層的黃金佔了99%以上。這就意味着以後要想挖更多的黃金，就需要更高級的技術和更多的錢。而且深層的黃金也有很多危險和困難，比如地震、火山、水壓、溫度等。所以說，地球上的黃金並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隨着人類對黃金的需求和利用越來越多，地球上的黃金也會越來越少。那麼在未來會發生什麼呢？人類會不會因為沒有黃金而陷入困境呢？或者人類會不會發明其他東西來代替黃金呢？下面我們就來看看人類對黃金的開採和利用歷史。